请问死甜台语倒一种讲上济？哦，死甜呐，死甜就是糖放伤济啊嘛，所以米寿这边是糖蛋甜，因为糖蛋甲糖是无共的哦。哎，糖蛋就真正的比糖精啦，算是第一名的啦。是爱放下去了，就足甜的啦。所以我这边是糖蛋甜。啊那阿雄，我这边的讲法是夭寿甜啊。哦，你这介实在。对，夭寿好食，夭寿咸，夭寿甜。可能某一种可能是讲，这个足甜，但是甜甲足好的，夭寿甜，夭寿好食啊，无讲死甜代表。我有一个问题是，咱讲咸是死咸嘛，来较袂当讲死甜。你这真大啲讨论啦吼，因为这到底意思是啥物？是好啊歹？是毋是过头甜？还是假甜？还是啥物吼？就是讲，因为你若是糖蛋甜，迄个糖蛋的意思，咱知影拄则讲是糖精嘛吼。糖精其实就是假的咧，就是毋是迄个，算做较化学的物件啦吼。甚至是较负面嘛吼。对问题是，那夭寿甜，有的人可能会感觉讲，当然咱拢用到做关系啦吼，形容有的人甚至甲形容做是最高级的迄个形容啦。